新竹科学园区正做台湾头一个使用电动巴士科学园区，今年8月佫开始咧引进2台目前上届新型而且是大型的电动巴士，要伫咧这个新竹科学园区，也佫高铁站甚至是德南园区之间提供接送服务。科技的外观加上车内精密的电子设备，这台就是准备提供予来回新竹科学园区、参高铁站以及德南园区的电动巴士。透过电子后视镜，我们可以看到更广的这个区域。第二个，在下雨天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的这个后视镜的位置是用摄像头，所以也可以提供这个驾驶这个比较避免比较没有受天气的影响。驶在大路顶唔那安静，而且上重要的是未造成空气污染。包括有路线偏移的警示系统、前方追撞系统、环景系统、内轮差警示系统等等的。我想，我们这是除了响应净零方案以外，也提供园区同仁更好的乘车的空间。园区管理局指出，园区巡回巴士虽然在疫情时期载客量有下降，疫情转好了后，载客量愈来愈多。园区管理局相信，真紧会恢复到疫情进前一年70万人次的载客量。新型电动巴士未来会提供大家更加舒适的空间。电动车的越来越蓬勃，这一块产业链上相对的产业呢会越来越多。那么我们也很感谢政府愿意在这个题目上面呢先做示范。管理局鼓励大家加来坐电动公车，除了会当改善园区塞车的问题，会当降低空气污染，以减利高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